心来祷告。至圣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你互你的罗伯石嘉恩同学来到德堂，伫这个所在来替学校来报告。愿恳求主你通过伊，伫上帝面前所做的工，会当互教会甲兄弟姊妹来知影神学教育的重要。愿伫你的面前，将神学教育的玉山新人院的神学教育交伫你的手中。不但安尼，阁有台神跟南神。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每一个神学生会当得到好的照顾。我嘛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孝念，伫圣经中间，教会甲上帝你百姓的家庭，应该怎样同心来做即个生命甲神学的教育？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通明白，其实阮毋是甲神学教育无关系，其实阮的人生真有可能甲神学教育就有真深的关系。求天父上帝，互阮拢有份伫上帝你的圣工，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祝你的圣神，特别伫阮中间最奇妙的工，大到阮可能无法度想象迄种的祝福。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伫阮中间做工，祈祷我所有性命，阿门。好，咱准备心，预备心。请谢大家平安。咱开始咱的敬拜，咱来唱圣诗，留一颗心，填满耶稣。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浅尝那林中的果，白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想起。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
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你，建造了林中的国。中的名，耶和华用慈爱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信。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做咱来唱无限的听。主无限永远不止的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降是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降是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一天要阮伴阮走境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降是
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主啊，生命河顶稳定的祝福，你这样听阮，你这样完全的听，引带阮，做阮献上感谢。主啊，检查伫阮的人生的路程当中，主有时阮会拄到一个的试探，有时阮会拄到一个的操练，有时会感觉头前的路也真困难，但是阮确信，主你有永远不变的听。因为你有永远的应允，不管阮头前的路途是啥物，你依然爱着我们，你依然会牵着我们，抱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是你永远不变的应许。主，阮深深相信，你的应允绝对无改变。主，阮感谢你，阮献上阮的儿乐，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最后，咱来吟依然爱我。主的应允绝对袂改变，这是咱深深所相信的。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更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也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中能相处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长河也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思念中能相助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上帝的应许没有一句会落空。
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要正做救我的。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个帮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起立，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丢纳岛林来受苦，
定是立价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相中国我，就天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堂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请看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神的百姓，是真欢喜的。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过天，伊要献殿下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要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我所用得的，你甲我保守。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乐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心肠，也要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甲我伫地，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的拄着幽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永远会快乐。阿门。咱再过来参加吟圣诗465首。有一赞诗实在好听，请咱坐咧吟全首。
请咱三甲后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满有怜悯、慈悲，搁疼阮极大极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阿罗你，阮要因为你的救恩大大来欢喜。你是阮生命中随时的帮赞，你的应允毋捌失落。你是阮的顶牌，阮的保护。求你按耳孔听阮的祈祷，照你的旨意赐福阮。主嘛，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伫生活中总是有意无意得罪你。恳求你赦免阮，嘛帮助阮定定读你的话语，带领阮行伫你光明的道路中，活出基督的芳气，互阮所做所行有好见证，做你真实的学生，荣耀主你的名。主，阮嘛恳求你固守心灵欠安的兄弟，以你的灵甲因同在，互因得到对你遐来的全然的平安。恳求你帮助伊行过生命中的重担，经历教业的稳定。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圣歌队。
请咱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创世纪17章第1节。创世纪17章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耶和华对亚伯兰显现，甲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行做就完全。再来看第二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13节。以弗所书第4章13节。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正道、属灵性命的养成，请静牧师。主场教会的家人们平安。对，在牧师正道之前，我代表我们玉山神学院来做请安，然后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带着玉山神学院全体师生的感恩之情，来到我们主堂教会，向敬爱的庄牧师，还有我们的陈牧师，以及长职同工们，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表达我们最深的谢意。在此也先向教会的家人们致歉，因为我是原住民，所以我对台语非常的不熟悉。但刚刚圣诗呢，我很喜欢下面有放，像你们应该也是算罗马拼音吗？对，所以使我可以在唱圣诗的时候，感觉很像在唱自己的族语，更融入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然后感谢我们主堂教会的家人们，这79年来对我们玉山神学院的支持还有带导，正是因为有你们长期的关怀，还有在我们上帝的保守之下，使我们玉山神学院得以平安度过去年04、03的花莲大地震，还有在07、20的凯米台风所带来的灾害。愿主纪念你们的爱与付出，愿上帝赐福满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年我们学校也以感恩来做我们请安报告的主题。原本是有影片要给大家看，但我更想用我自己的生命见证来与大家分享。因为有你们的带导还有支持，所以有这感恩的美好故事，我更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家人们。我会请洪干事，就是在将我原本要播放的影片连结传给我们的教会，就再请我们的家人们自行再观看。那我很喜欢今天的周报上面的金句，就是《申命记》8章5节，他说：“你的上帝管教你，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我的生命就如同这个金句一样，因着上帝的管教，我感受更多是如同父亲的爱。也使我期待自己的生命能更一步一步更成熟，也更以基督耶稣为榜样，学习耶稣背起那十字架的道路。我想用我母亲的故事来做我的生命见证。我是来自南投县仁爱乡的布农族，名字叫做石家恩，石头的石，家庭的家，恩典的恩。我的部落是还有母会是在仁爱乡的卡杜长老教会。那我母亲呢，从小因为小儿麻痹行动不方便，也因为身体的原因难以受孕，所以她与我的父亲，在我父亲就读玉山神学院的时候，在实习的时候认识，然后相爱，然后结婚，然后就在我父亲就读神学院的最后1年，结婚了。然后但是在医疗的帮助下，才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就是站在你们眼前的我。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因为大量的出血，因为前置胎盘，导致躺在医院2个月。但是到第8个月的时候，
在12月24号那一天，因为血块一直流出来，所以要紧急剖腹。医生问家人们，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是否他们要确认要保母亲还是要保孩子？我的母亲说一定要保孩子，因为牧师还年轻，还可以再娶第2个。但是这个孩子呢，是我父母亲唯一神所赐的产业。这是我母亲向上帝心中祷告说：主啊，若你让这个孩子平安的诞生，我愿意将他的生命献给你。感谢主，母亲还有我都在这个过程里面都顺利也平安。我虽然早产了1个月，但平安的出生，就如同你们现在看到站在台上的我，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样子。然后，但更感谢主的是，我的母亲在生我的隔1年后，她没有依靠医疗的帮助，怀上了我弟弟，就是今天一起陪同前来一起参加礼拜的我弟弟叫嘉荣。我们的父亲母亲期待我们能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但因为我弟弟也因为工作的关系，他6日要工作，所以他6日也比较少进教会。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感谢神，他一同参与在今天的礼拜里面。我相信这就是见证上帝持续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我跟我弟弟都无法顺利的出生，而且健健康康的长大。一直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10年，一直到2022年，我才进入到神学院受装备，才真正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这也是我母亲的祷告。我今年已经35岁了，所以我已经工作了10年，我才正式回应了上帝的呼召。2023年。就是前2年，在我就读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因为脑动脉瘤破裂，蒙主恩召，她享年62岁。直到我母亲过世后，在有一次同工传给我的影片回顾中，我才知道刚刚我跟你们分享的见证，原来在我母亲生产的这个过程，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也有像这样子的祷告。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我站在这里是一个母亲对信仰的回应。那一次的见证，我妈妈的那个分享见证，是在9年前的影片，在2015年。如果你们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江秋香师母，还是可以搜寻到那一段影片。当时我还没有就读神学院，我相信这就是母亲用21年的守望与祷告，才在这个10年当中，让我清楚明白我这一生的命定，也是母亲对于认定信仰的认识，以及那受教的心。这个受教的心，也重新让我学习，把我自己带到耶稣面前，使我找到自己的角色，让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让我愿意服侍上帝的教会，以及牧养上帝的羊群们。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个人的信仰见证，更是我们全家的信仰故事。2年前，因为母亲的离世，让我们一家人陷入深沉的低谷。父亲当时也因为母亲的离世，他想要辞去在谢伟纪念营地担任机构牧师。他原本要因为这样子退休了，但我心中不断的向主呼求，我说：主啊，求你复兴我父亲的心。我母亲怎么样祷告，我就怎样对你来祷告。但我感谢主，上帝透过我的阿公，鼓励我的父亲继续走在服事的道路里面，让他重新站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也感谢主，上帝在这个低谷的时间里面，透过我的母会，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带祷，给我们一家带祷，还有关怀。我相信这个就像是我们竹堂教会对我们御神的带祷还有关怀一样。我相信这更是上帝的管教，使我们的家，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父亲，使我们的学校，都再次重新得力，再次从低谷患难中用信心站立起来。如今我父亲现在在台东鸾山的下野教会牧会，继续担任神要我父亲在这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当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这段修复的路程非常的不容易，父亲从2个人同工，由母亲像担任干事的角色一样，协助我父亲牧会，一直到独自牧会。这父亲经历了孤单还有疲惫，但也正是因为在这段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全家深深体会到，唯有上帝的同在还有管教，才能真正的扶持我们走出低谷。2022年，我进入了玉山神学院受装备。我相信不仅是回应了母亲的祷告，更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正如以弗所书所说，我们要达到信仰成熟，像基督耶稣那样完全。这就是我在这3年的装备里面也对自己的期许。现在我看见我们的主堂教会的更新、灵命的更新、事工的更新、意向的更新，以及我们内外转型的成果。信徒家庭人数从1988年的11户增长到约现在的40户，然后我们主日礼拜也从10余人增加到现在70多人。我看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陪餐会员大概有100多个人。我感谢主，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更看到我们主堂教会积极投入在我们社区关怀还有服务里面，例如好牧人基金，然后儿童才艺班、家庭关怀，还有这都是我相信这都是对信仰上面的实践。我们教会的庄牧师1988年与我们的陈牧师在主堂教会待了将近37年。我想牧师更期待今天的讲道，期待我们主堂教会的家人们属灵生命的养成还有建造，也透过我今天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信仰里面来成长来茁壮。台湾原住民教会现在正面临牧师的退休潮，10年内大约需要培育267位的牧者，其中我自己的族群布农族就有36位牧者要退休，其中包含了我父亲。这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教会对所有教会的呼召。所以我们玉山神学院也与其他的神学院联合，延续我们的信仰实践与文化。最后，我再次感谢我们主堂教会的接纳，使我有机会代表玉山神学院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也在这里一起受装备，然后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也诚挚邀请各位家人们，主堂教会的家门人，如果大家有空，今天晚上在蒙甲教会，下午晚上的7点到9点，还有下个礼拜天晚上5月25号在高雄的盐城教会，也是晚上7点到9点，我们有举办御神之夜感恩音乐响宴，也是因为这个练习这个诗班的过程，所以让我今天的声音有一点沙哑。我不是感冒，所以我原本是戴口罩的，后来我想说把口罩拿掉，但也跟各位家人们说，我是因为练这个诗班，所以让我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有一点沙哑。但我也诚挚的邀请，如果有时间，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参与。这是我们玉山神学院回馈在今年的募款，我们以感恩，我们以御神之夜感恩音乐响宴来回馈给我们的每一个教会，我们一同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也期待我们可以一同携手，直到我们对耶稣基督都有一致的信仰认识。也恳求我们的家人们，为着台湾原住民神学教育开创荣耀的这条道路持续的代祷。愿神祝福主堂教会的家人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都因为你如父亲的管教还有带领，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在软弱当中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也愿我们在每一日里面学习顺服，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愿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你的面前成为完全的人，成为圣洁的孩子。也愿上帝加倍祝福主堂教会的家人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在主的爱里面一起往前同行，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名求的祷告，阿们。
亲爱的这大家平安。每一届的教会的纪念主日，咱会想讲，到底这个纪念主日咧创啥物会？咱嘛会去思考讲，这个教会纪念主日中间咱有奉献这条钱用对啥物所在去？有真个时阵，咱伫这个教会内底，咱已经生活习惯，但是上帝就是通过这个纪念主日，互咱有份伫上帝以前奇妙的圣工。其实，真做上帝的工人，我一直感觉，上帝的工绝对袂欠钱。所以，新人伊的募款到底目的是啥物？也这你敢想讲，上帝会互玉山神学院变做乞食吗？上帝遮尔美事一定在教会一路行来38年，伊伫这个所在，伊敢有互咱真做乞食？所以纪念主日对咱来讲上重要。是上帝互咱有机会，甲所有上帝的事工结连，成做一个团队。所以伫这个新约教育的纪念主日中间，咱为什么要安排对新人院的关心的工作？新人院毋是一个盈利的机构，但是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工。伊咧养成将来上帝教会的牧者，就是要宣讲上帝的话。伊爱有能力讲上帝的话，伊爱清楚了解上帝的话，不但是有能力甲清楚上帝的话咧讲啥物，伊爱有一个清气的心，有一个细正的态度甲品格来讲上帝的话。要有健康的教会，就爱有需要有健康的传教者。今仔上帝互咱有机会对一个无事的囡仔加恩。我对伊的人脉是通过学校的联络，但是更较深的人脉是通过今仔日伊的见证。伊的见证就亲像摩西出世，摩西后来真侪亲像牧师，伊毋是牧师，但是伊是一个真要紧上帝所拣选，伫咱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咱做基督徒，摩西拢是一个真要紧上帝所要使用讲上帝的话的人。所以基本上，摩西就亲像一个新学生，伊有经过上帝训练，后来伊才有能力通讲上帝的话。但是兄弟姊妹，摩西一生中间，足要紧有3个阶段。今仔牧师要甲咱做个分享，就是咱嘛有可能将来恁的家族内底会出子孙，将来做牧师，敢有可能？咱无人知影。但是上帝若要用咱的家庭，用咱的囡仔，咱爱怎样准备咱家己，互咱的囡仔将来做上帝的工人？像你嘉恩讲到伊的妈妈，伊宁可将伊的性命互伊的囡仔，互嘉恩活落去。这个家庭中有真侪牧师成长的过程，嘉恩一生的故事，一定爸爸妈妈有真侪带伊看到上帝的背影，听到上帝的话。亲爱的姊妹，就亲像这条道，牧师今仔经这条道，一个囡仔的忠诚，伊有爸爸，有妈妈，有阿公，有阿嬷。伫伊童年的时阵，其实已经定着伊的将来。新人伊的教育遮尔短，但是新人教育根本无能力通改变一个囡仔原生家庭互伊的价值观念，甲伊所产生的罪，伊的人生的态度品格。所以，一个牧者伊的忠诚，基本上伫伊的家庭，亲像摩西。所以，你若了解摩西的故事，你若知影讲摩西的故事，毋是敢若记载伫摩西五经，更较要紧伊嘛有记载伫希伯来书新约的内底。也就是讲，伊因为伊的信，伊的老爸老母勇敢用性命保护这个囡仔，因为伊的爸母的信，所以这个囡仔后来看见，伊将来。要做什么种的荣耀富贵的人？今仔日多数的基督徒的家庭、甲社会世俗的家庭，拢共款。其实咱的囡仔的成长教育，真侪拢带有成功主义的色彩。恁敢有同意？毋是敢若世俗人，包括基督徒，咱的囡仔的成长过程，咱真侪时阵，其实咱是用成功主义来教咱的囡仔。你若够读册，你将来有出头；你若认真读册，你将来就有成果。你若认真工作，你就将来有一个好的职业，你就会当趁钱，然后你就会当换来快活。
对一个家庭，毋是安尼咧教囝。所以，弟兄姊妹，今仔是神的教育。我要甲咱分享，如果咱的家庭若无出牧师，咱的囡仔若无机会通做牧师，咱奉献，互新人院代替咱栽培囡仔，互上帝用。这就是神的教育的传承的重要。所以第一个，今仔日我要甲咱讲3项的代志。第一，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养成，是对伊出世就开始，甚至还未出世，伫妈妈的腹肚内就决定伊的一生。这样的出世真辛苦，伊的父母用真多心，甚至到最后要出世的最后，这个阶段，又出了一些毋是做父母有当控制，加在还有医学当帮助。上帝互遮恩忠诚到今仔日。伊出世伫一个牧师的家庭，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出好行顺，也愿上帝互恁的家庭会当真正用真理甲活命来栽培恁的囡仔。恁的囡仔将来毋是用钱来判断伊的成功。兄弟姊妹，爱帮助你的囡仔，伊伫一生中间知影讲，人的成功毋是有能力买名牌衫来穿。人的成功毋是因为伊赚偌济钱，伫社会顶悬互人看这舍囝好野人的囝。人的成功是伊真正内底生命迄个真善美。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一个圣经的中间，咱明白。我首先伫今仔咱经文内底并无这段话，但是希伯来书11章是咧讲起犹太人的历史、信仰的历史。只有一章尔才足底，兄弟姊妹，倒去了后，恁家己单独甲读。每一个家族拢有一句话叫做“因着信”，因为信仰这个家族，因为信亚伯拉罕，因为信拿阿，因为信亚伯拉罕的爸爸妈妈，因为信摩西，因为信。这段话咧讲起信仰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历史。今咱所读的旧约，伊这个人叫做亚伯兰。今咱所读的只有一句话，但是这是上帝对亚伯兰讲，足济话中间，其中2句足要紧的话。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67岁的基督教的活命中间，一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讲，亚伯拉罕上帝甲伊讲的第一句话是啥？兄弟恁想会起来无？我一个陈牧师问讲，我心中欢喜讲，到67岁我终于发现讲，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的第一句话遐尼宝贝。晴天霹雳的第一句话，上帝甲亚伯拉罕，陈牧师马上甲我讲，就是甲伊讲，你离开你老爸的家啊，兄弟姊妹。但有时读圣经，咱若无经过人提醒，咱真正无法度知影讲圣经内底的重要。但是你敢知影这句话是经过600年了后，摩西才甲伊写出来，这摩西五经呢？而遐一句话摆伫创世纪12章第1节。迄有足深的意义伫内底，因为创世纪第1章甲11章是创造的历史，12章才开始咧讲信仰的历史。时间无够牧师真长，甲恁解说圣经的话，但是还阁来日方长，牧师慢慢讲互恁听。今仔日的这段话咧讲起，摩西会当成做上帝重用的工人，毋是干那伊伫西奈山顶悬看到异象，其实。出世的时阵，上帝就定到一个囡仔，亲像今仔日伫咱中间请安的施加恩，愿天父上帝帮助，互你的囡仔将来有一个完整的信仰的教育。摩西一生对伊细汉，后来出社会，后来拄着上帝，所以摩西一生中间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伫伊的妈妈食奶的迄个阶段，恁知影伊的故事。也阴错阳差的缘故，所以伊毋是伫犹太人的家庭大汉，伊竟然是伫一个法老王的查某囝。恁会记迄个故事吗？但是为什么伫王宫大汉的囡仔，伊最后选择要对伊的路仔囝做伊的妈妈的子孙？一定是
摩西的爸爸妈妈，因毋是用成功主义来教伊的囡仔。今仔真侪基督徒有关无法度脱离迄种避免世俗的即种的家庭教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开始，这个信仰是要互咱改变，互咱知影什么是贵重，什么是世俗。摩西的爸母是无简单的，以后摩西会当看认同受苦，赢过荣华富贵。但是今仔真侪人，若咧选择对象，咱咧讲门当户对。真侪人咧欣赏的，就是讲，我若当嫁着一个好的家庭，我若当娶着一个好的家庭的，人拢看这啊。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毋免看人的目色，也这种重要嘛。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互咱真做丰盛活命的人，毋免看人的目色，独伫上帝面前，咱了解摩西是甚物人。我伫Google顶悬，毋是Google，我伫Chat顶悬，我问讲，伫圣经中间摩西这个人，用一句话上适当来形容摩西，是甚物话上会当形容伊？我咧想讲，大概这个是国父，摩西是毋是对犹太人的国父？伊甲我讲，摩西是神人呐，伫上帝的面前代替上帝的人，信仰连Chat伊就遮尔高讲话。兄弟姊妹，咱拢用国父咧看世间的英雄啦。摩西是啥？摩西讲，上帝甲伊讲，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抬头挺胸，代表我，有荣耀无？有尊贵无？兄弟姊妹，愿你的囡仔伫这个世间，将来就是徛伫上帝甲人的面前抬头挺胸的人。主帮助咱，互咱通过摩西。伊所写伊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事。今仔日咱咧读的这17章第1节，就是摩西听到上帝甲伊讲，当初你的祖先离开伊克毋是阿拉克，伊拉克啦，伊人甲伊拉克，摩西的故乡就是伊拉克，伊人较过去当兵来伊拉克。伊拉克佮去哩的顶悬伫西北方，迄个国家叫做叙利亚。摩西是对伊拉克的합难，后来上帝带伊离开。伫迄个过程中间，摩西甲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的第2句话，就是今仔日毋是第2句，我感觉第2重要的话，今仔咱所读的，上帝甲伊讲，我是一个完全的上帝，你就完全。兄弟姊妹，咱来到上帝面前，学习做基督徒。有一个真要更紧的功课，就是成熟。咱要叫做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摩西照上帝所讲的话，当时我甲你的祖先讲的话，今仔日我讲互你听，以后你讲互你行顺听。也因为安尼，咱嘛有听到，嘛有这个机会。原咱伫今仔日，咱知影，要讲上帝的话，无管你通清彩彩讲家己要讲的话。所以摩西所讲的话是上帝定定的话，所以一生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伊的父母甲伊教，第二个阶段是伊出社会。你问牧师讲，你讲摩西出社会到底是啥物意思？你想，摩西伫荣华富贵的王宫内底，忽然对迄个天堂上掉下来，因为伊仗义执言，出手保护伊的同胞。无小心拍死人，所以伊为着法老，就是埃及的律法，伊需要逃命，因为杀人偿命是埃及的这个律法之一，所以摩西就逃亡。伊出社会伫旷野足40年，伫遐过洋，我甲伊称之为摩西出社会。伊伫出社会中间去思考讲，我过去的荣华富贵。想到今仔日，我是一个走老头，逐日干那伫即个青水的草坡，甲遮羊仔做伙困。我爱将来咧，一个人出社会，伫社会内底学着什么？兄弟姊妹，教咱的囡仔出社会，毋是交际应酬。教咱的囡仔出社会时，是伫遐咧听候，有一日要为上帝做
重要的工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摩西圣经安尼讲，对神摩西出世伊的爸母，就看见伊的囡仔遐尼水，创意3个月，唔惊，我要提醒咱即句话。伊的爸母是一路生命、信仰、勇气的爸母。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你会教你的囡仔，伫信仰的中间有信仰的勇气，有信仰的能力，有信仰的眼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无久的将来，嘛有一代搁一代对得堂出来的传教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会当亲像拥有咱的囡仔，伊忠诚。伊伫伊的一生中间选择不认贼为父，伊知影我的老爸就一个，就天顶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毋是用成功，毋是用权力，毋是用社会地位来选择咱伫人生中间咱的身份甲咱的角色。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更美的生命。圣经中间耶稣所讲的福音。有2摆讲到最美的生命，不可少的生命。你会记遐经文吗？迄是耶稣对什么人所讲？兄弟姊妹，今仔圣经对希伯来书11章25节，伊讲较好，唔爱，这就是一种的可以不可以，你的选择要跟不要。兄弟姊妹，伫这个信仰中间，你敢已经真清楚？伫你的人生中间有这种决定。我要选什么，对我的家族一生重要。也在为你的囡仔祈祷，你的囡仔也要诚心真正，也有改变的机会。求你用上帝的话，请恁用上帝的话，带因入捌真正的信仰中间所讲的价值的观念，甲真正信仰的品格。上帝祝福恁，设使恁若愿意安尼做，恁的囡仔要因为恁受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诶，即个经文顶关帮助咱知影讲，信仰基本上是一种生命的表现。一个基督徒听讲道，毋是听伫心内藏的；一个基督徒听讲道，是听了后，伊照安尼活出来。所以信仰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但是信仰更加要紧，就是一种生活的表现。所以听这，你伫你的家族中间。你伫你的公司，你伫你的社区，人安怎来讲你这个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群人伫得堂，毋是互咱感觉真阳光。愿咱伫得堂是互人看伫讲，有一群人，因点点啊来，点点啊做礼拜，爱生活伫阮得堂，因真无共款，好无？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拥有模式的教会，也是一个支持新学教育的教会。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真正的生命是伫家庭甲教会成长的。这张图恁注意看，恁有看到啥？恁可能无注意咧，一个大自然就水，一个阿嬷咧讲人生的道理，互一个孙仔听。但是迄个囡仔手中摕啥？一个电脑，囡仔咧甲阿嬷讲，2个人啊，2个无共款的世代，但是阿嬷永远是阿嬷，妈妈永远是妈妈。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厝内伫教会中间，是旧又阁是新。今仔咱所念的诗歌有一件事，我真爱讲这个故事。这是阿嬷的故事，但是永远是我的故事。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也互咱的教会知影讲，今仔咱所做的，无论是主日学的工作，无论是快乐的周末营，无论是咱的课后辅导的课程，甚至咱看伊甲咱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的向日葵学员，兄弟姊妹，上帝将足宝贝的工作，互咱的教会，愿咱做伙有份伫上帝的内底。今仔日的金句甲咱讲。就安尼想意思，就是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上帝安怎教你，你就安怎教你的囡仔。就伫你的心内常常想，上帝怎样管教伊的囡仔？
兄弟姊妹，愿上帝的圣神常常伫你的心内，将有价值的品格，将有价值的行为，将有价值的事，将这个尊贵，互你伫好嘅人的面前头壳袂咧咧，互你伫颂扬人的面前，你袂安尼一家皮壳往天，介绍你足够。今仔真侪人，咱的表现并无真正真健康甲实正。愿咱伫颂扬人的面前，咱没有骄傲，没有看轻别人。愿咱伫好嘅人甲社会有地位的人的面前，咱袂亲像哈巴谷，只有要讨好，要讨好，讨得一块，安尼骨头可以吃。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管教你的囡仔。求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囡仔。第二日，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我要甲咱讲，摩西是一个听上帝讲因的家族的故事、历史的一个囡仔。上帝将伊的作为，搁一摆放伫这个囡仔的心上。咱今仔日来教咱的囡仔认捌上帝，咱就是咧将上帝的话放伫囡仔的心上。有一日，这个囡仔要亲像摩西，嘛亲像加恩、加荣。伫上帝互恁的家庭成长的背景顶管，要看到你爸爸妈妈前面那个上帝，呼召你父母的那个上帝，也会与你同行。愿天父上帝甲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上帝对亚伯兰所讲的第一句话讲：去吧。伊讲你爱离开你的本乡、本族、老爸家。伊讲去吧，这句话其实翻译了无介正确，因为伊用中文翻译、英文翻，拢无翻译到真正圣经内底足要紧的话。伊咧讲去吧，意思就是你进入你的内心深处，与我同行。上帝甲阿伯兰所讲的这句话足重要，迄句话真正意思是讲，在你的内心深处与我同行。后来阿伯兰伫伊内心深处。甲上帝同行，上帝甲伊讲起航，离开哈兰，无乌尔。后来上帝带伊到哈兰，哈兰就是伫今仔日的叙利亚一个都市，叫做哈兰。伫迄个所在，上帝阿伯兰待一段时间。上帝佫甲伊讲：你往南走到迦南地。摩西佫行到迦南地，离开你的本乡、本族、本国，你的老爸家。这个中间真深的意思，离开你的本乡的意思，就是离开你的社会，你所熟悉的你的社交生活。第二，离开你的本族的意思，就是离开你原生的文化背景。因为我要带你超越你的原来社会经验、你的文化背景，最后要带你对内心深处你老爸家，就是你原生家庭所予你的影响。无论是祝福，无论是创伤，有的人伫原生家庭中间所拄到的是一个创伤，但是有的人伫原生家庭所得到的是一个足大的祝福，是一个看见生命真正的价值。上帝要互人脱离原生家庭，脱离原来社会族群，脱离原来的文化。上帝要互人有一个超越、跨越鸿沟的能力。跟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就是安尼。有一日，咱的囡仔要离开咱所予伊无够格的家事，咱将咱的囡仔恭恭敬敬交给上帝。因为囡仔既然忠诚，就无搁再容易受咱教育。但是兄弟姊妹，唔通放弃，相信上帝，伊是一个会改变人的上帝。将你的囡仔恭恭敬敬，用祈祷，用安静，用扶持，互上帝家己伫你的囡仔来做。所以牧师甲恁讲，你要离开这个字，伫犹太人的拉比，因咧解说互因的囡仔听的意思是安尼：你要走向更深的你自己，用心跟随我。这是中文圣经无法度无简单翻译的。你要走向你更深的内心深处。我伫遐咧等你，用心跟随我。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
爱用心，无心真困难，成做真的基督徒。也这愿上帝祝福咱，常常咱家己话手祈祷讲：主，我将我的心分别为圣，留一颗心给耶稣。主求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掌管，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在内心与你同行。这是今仔日礼拜牧师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新啊教育的礼拜主日的中间，第2个，咱甲主祈祷讲：主，互我的囡仔，伊知影一项代志，就是伫伊的心中，伫伊意识的中间对你，阮拢要用安尼来跟对你。愿兄弟姊妹，咱当享受一个超越，一个新的旅途，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一个查甫囡仔当大人了后，伊结婚，伊要离开伊的爸母，对无？伊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是代代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是件无简单的代志，但是是一个真神圣的代志。求天父上帝收拾你的囡仔，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收拾你的家庭，成做一个新的家庭。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信耶稣了后，观念爱改变；但信耶稣了后，咱的品格爱改变；但信耶稣了后，咱的价值观念爱改变。恁愿意吗？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咱嘛做伙来荣耀上帝。咱甲上帝讲，靠我困难，但主你若爱我，为着荣耀你来改变，主你亲自改变我，主亲自改变咱，主亲像伊改变摩西同款。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互咱一个新的应许：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两项代志，新的生命；第2项，做新的事情。新的生命，做新的事情。求天父上帝，咱这间老教会，不是老教会，是一代一代，是旧又搁是新，好不好？望将来恁伫恁家己的灵修中间，常常念今仔日这条圣诗。咱甲主祷讲：主，我的家族有旧的故事，但是我的家族要有新的故事。伫新的故事内底要有旧的上帝你的应允伫阮的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上帝甲咱讲的今仔日的话，毋是甲咱甲阿伯来喊讲。今仔日牧师强读即句话，是要祝福咱兄弟姊妹嘛？邀请兄弟姊妹爱学习完全。咱无可能完全，咱嘛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咱有追求十全十美的使命，伫咱的能力顶悬真困难。但是这就是一个使命，因为上帝讲。我是一个全能完全的上帝，恁伫我的面前就爱做完全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一生看见上帝荣耀，甲伊甲咱同在。愿天父上帝。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中间，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营造一个健全的教会。伫咱的教会中间所听的，查经也好，伫祈祷会也好，伫礼拜也好。咱所共读的圣经的话，拢是全备的，是健康的，是圣经照安尼讲，咱就安尼了解。求天父上帝嘛帮助，通过咱的代祷，互新学院有好的神学教育的能力。也这今仔日的玉山神学院真的需要我们的代祷，因为伊毋是干那需要钱。神学院的院长。甲董事伫总会中间，伊甲我分享讲神学院迄个玉山新人遇到的问题，招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玉山新人伫这几年中间的招生，我讲院长，我们能帮忙的可能是只有为你们奉献，原住民的奉献必须从原住民的教会自己做，不是啦，对不对？呼召神学院的神学院，对吧？所有的玉山神学院最后排除的到原乡的教会，都是对原住民自己的孩子呼召出来的。这是别人无法度替玉山神学院做的工作。所以原住民的教会，它有一个更重要的自己的使命，
就是呼召自己的摩西。啊，咱呢，咱伫背后替因祈祷，咱作为奉献，愿天父上帝帮助吼。因为伫玉山新人院受栽培遮的囡仔，遮的新学生，嘉恩应该是今年爱毕业了啦，吼，真紧，吼，上帝祝福恁，求天父上帝吼，这个新学教育中间会当吼，遮的新学生有真完整的教育。其实3年足短，吼，包括我做牧师，伫恁中间就37年的10倍以上的年时间了。我甲发现讲，较早亲像青梅啊，毋惊穿啊，来到新学院，徛着讲台就讲道，哦，到愈来愈感觉，上帝话较遮尔深，上帝话较遮尔奥妙，上帝的能力较遐尔丰富。所以，安尼姊妹，咱三体祈祷，今仔日圣经做咱的目标。伫以弗所17章第1节里讲，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哈利路亚！求天父上帝得等教会兄弟姊妹，咱伫上帝话来合一，咱伫上帝话来合一。上帝讲安尼，咱就照安尼，毋是牧师讲安尼照安尼，嘛毋是长老讲安尼照安尼。今仔有一寡教会有一个困难，就是毋知要听长老的，还是要听牧师的。毋是，是听上帝的。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真道放伫咱的中间。第二，互咱认捌这间教会是啥物人的？是耶稣的。就算做咱无坐伫遮，脑厝边愿意入来这个所在，寻求一种安静跟平安。咱的门24小时为着因来敞开。所以，兄弟姊妹。愿咱认捌耶稣基督，愿咱忠诚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句话真深，遐在你想，一个若生长者，伊若敢若有智能的发展，但是却身躯无法度随着身量的长大。身量伊讲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行去。身量就是3个层面：心灵的健康。个灵命的健康，搁再来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带着满满的祝福，咱同心建立上帝的教会。啊，愿咱的教会嘛，将做一间慷慨的教会。咱同为今仔日的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咱为因祈祷，咱为神学院奉献，咱同心来祈祷。万管那个上帝，阮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阮看到一个少年的工人，上帝你所拣选，嘉恩，甲伊的弟弟，注伫因的老爸老母的心意，伫因的家族中间一生，上帝你的同在，主求你，互伊无论将来去到什么所在，伊所讲的见证。就是伊的讲道，伊的讲道就是伊甲上帝你同行的见证。主你发手伫伊的心上，主你祝福伊。主嘛恳求天父上帝，接纳阮的教会，今仔日为着国山新人院的奉献，会当帮助新人院担保伫因的事工顶悬需要。主，你是无柄鳄鱼的神。你互阮的教会今仔日的奉献，如同无柄的鳄鱼，互玉山新人院无欠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412首，我爱学生的款式，请起立吟全首。请咱准备奉献。
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咱先来为几个人来祈祷。咱首先来为义婷来祷告。义婷后礼拜要去泰国比赛这个地板滚球。咱遐这替因祈祷，伊即届一定爱金牌，因为伊若摕到金牌，他会有资格参加帕运的所以即届是一个资格赛咱来为义婷来祷告咱来为义婷来祷告。不要怕，小朋友你可安静你的心这咱做伙来为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义婷，恳求主你的圣神在你的心中，主伊真爱这个运动，主恳求你，互伊伫比赛的现场有平静的心，你的圣灵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你的权柄跟能力，平静的比赛，享受那个比赛。主，我们不只是为他求金牌，我们更求上帝，你让他在一生当中享受你为他预备的这一个恩赐跟这条路。我将义婷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照顾伊，祈祷可以说生命。阿门。加油，不要怕，大家拢替你祈祷志远，咱来祈祷好不好？咱来为志远甲因的家庭祷告咱来为了地方来祈祷。真欢喜今日都来做礼拜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阮的兄弟交伫你的手中，主，你伫伊的心内，你伫伊的家庭，你伫伊一生中间，愿奉你的名来祝福伊，伫伊的身边的人拢受祝福，伫伊的生命中间领受上帝你圣神的充满，祝福伊对天灵来稳定，成做伊最大的帮助，也照顾伊伫英国的查某囝，照顾伊的妈妈，照顾伊的丈夫，照顾伊的太太。主，你是阮的瓦靠，愿将地缘交伫你的手，求天父上帝，你互伊享受做你的囝儿即种的欢喜佮快乐，祈祷佮所生命，阿门。上帝祝福。家人来祷告，为你的服侍祷告转伫你的面前，为着上帝你的囝儿，阮真欢喜听到你伫你所竞选的牧师的家庭顶悬，祝你竞选囝儿做老爸，对老爸脚步。阮将施加恩、施加荣拢交伫你的手中，奉耶稣的性命，恳求主你，主你互伊伫各种的思想，伫伊的欲望，伫伊的品格，伫伊的圣洁顶悬。你修属你宝血的遮盖，互伊伫各方面顶悬谨慎，荣耀神，造就人。主你互伊伫将来侍奉顶悬战战兢兢，也互伊伫将来侍奉的道路顶悬有上帝你的恩膏。主你恩膏他言语的权柄，恩膏他正确的心思意念。主你祝福伊伫各方面顶悬荣耀你，基督的所生命，阿门。加油！好，咱来为生日的人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这个礼拜生日的人，今仔日的生日的人拢没有回来咱来祈祷，咱来为这人祈祷。主，阮为着玉芳，为着建佑，阮为着避国，为着宣誓祷告，所以因拢旅居在外，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互因伫生日的时会通敬畏上帝，伫你施恩宝座前跪下祷告。主你的亲自祝福因，互因伫生日的过程顶悬领受上帝你所斟满的杯。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的杯是一个有滋味的人生，是一个充足的人生。主你祝福这生日的兄弟姊妹，伫过来一年365日，求天父上帝你甲因三甲地地，我安尼恳求祈祷我家所有性命，阿门。有一项报告有一阵姊妹因做一个小卡片我感觉
因为这个态度蛮感动人哈。因为是下一句话讲，当将你一切的忧虑卸下给上帝，因为他必顾念你们。啊，这张卡片真适合咱探访咱的朋友，也是讲你的朋友拄着什么困难的时阵，你伫背后写几句话，啊，你就放在他的书桌前，那个信箱，还是讲就为他说你很辛苦，我做你的背后的代祷，啊，这张卡片会真适合咱兄弟姊妹送给咱的亲人朋友。搁有，如果你若有一个感动，就是讲你伫你的社区内底，你想要跟人分享，咱后壁盖我们教会的章，啊，你可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伫你的社区还是你的朋友，你就走过去的时候，啊，不用偷偷的丢进去了，就是很开心的把这个放在人的信箱内底，咱因若是单得等的，他就会有机会来到咱教会，啊，所以伫后壁你想要拿几张。你就拿几张，好不好？啊，送互你的朋友，包括你有一寡带到。这句话就好，就是讲，咱若拄着劳苦袂当打，我们孤独无助的时候，啊，这句话讲，将你的重担卸给上帝，这真难得一个姊妹，一伫中部的姊妹，爱因作为印假来讲，赠送给教会，我们来一起参与这个工作，好东西，好朋友分享。好，咱来念这条诗歌，耶稣听你，咱来做平安礼，咱来互相请安。耶稣永远听咱。咱的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就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话，耶稣永远。咱来互相请安，来甲咱身边兄弟讲，耶稣听你。好，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祈祷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听运行伫阮中间。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这份听是一个长阔高深，会当不断的成长，伫阮的家庭，伫阮的亲人，伫阮的家族，伫这间教会，一直到阮的社区。愿你会听伊伫这个孤单的世代。愿你会听伊伫即个人咧挑找生命的世代，愿你甲阮三甲地地，照顾阮的士大人，照顾阮中间有叛变的兄弟姊妹。愿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刺激所有的搅扰重担离开。愿天父上帝伊换手伫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的肩胛头，主你互阮因的肩胛头得到头棒，主互因心中的土块变作喜乐的诗歌。主求你甲阮三甲地地，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咱来请师父报告。请咱三甲来看手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2 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3 8点伫教会，查经班拜6早起9点是暂停，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感服侍下周司会请林安禄执事，领诗请陈英宏长老，司琴请杨依林老师，司献甲招待请张世聪、尤丽芬2位执事，爱餐请郭依林执事。新安讲读经表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
基体交通第一本注日是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欢迎倒数3年级石嘉恩同学代表院方请安报告请兄姐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5月24拜六，是即个过来拜六吼，伫本会伫早起9点，伫咱隔壁的风雨球场举行本年度的教会运动会，欢迎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咱8点50准时集合。第三，中华中会大众传播部有举办反诈骗的讲座，伫6月14拜六。上午伫早起9点到12点，地点伫中基的兰医师大楼，伫地下1楼国际的培训中心。6月初2报名截止。第四，想为所有女外兄姐的健康甲生活来祈祷，求主保守大家心心灵拢勇行，耶和华伊的稳上加稳。生日的有庄玉芳、廖建佑、庄碧果、彭宣慈愿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请向会计人员来跟进。大道属行第一位星星客满有庄严、庄仁聚、黄宏仁、洪吉兴、庄彦昌嘛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大道，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祈祷。新大学的有陈慧安，新高中的有钟善如。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大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林玉轩、刘义敏、庄爱玲、陈恩君来大祷。第五，为姊妹教会来大祷，有富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雅教会。咱三个来吟上营圣诗508首。天下万公。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